在杨柳风台过境台湾伫云林呢，虽然讲无落大雨，也毋过部分地区是有透烧风。正伫户外的菜色呢，即马是有打冷气的状况。在地农民是希望这政府会当帮助因渡过难关。早前后无几天旱季，叶啊有淡薄仔变黄，或甚至连气死去。因为杨柳风台侵袭的影响，虽然云林即届无落大水雨，不过台湾中部地区刷透火烧风，部分菜色产区受影响。昨中昼就吹小风啊，或者就是有无烧凉呢啊，伊就是拍小风拍落啊，影响就足大个啊。尤其是若烧菜类的啊，烧啊拍伊就是黄呢啊，黄就烂，有可能啊，就减少损失啊。有农民透早就紧来菜园压水，避免叶啊去互大风吹冷气，灾情扩大。若即搭角豆园，云林农民是讲，杨柳风台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风，甲火吹落去，影响结果率。有一粒，这粒就是会长秋葵。如果花体少掉了，这自然掉的，它就会伊内底就一粒秋葵，提早掉了，一粒就花去啊。农民讲，伊做3分地的角豆，因为当若是风台，也有728大水害的灾损，都敢若剩1分地会当收成，即届损失还阁估计。记者采访报道。